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到去年年底，移工的人数有75万3000人，搁再创下新高。因为国内人口老化、地区欠工的问题严重，按算移工的人数也会持续增加。移工的人数变多，不过失去联络的问题嘛愈来愈严重。到去年已经有8万外的失去联络的移工。有民团呼吁，移工就业的市场，政府无应该又在中人规手力。台湾的就业服务处应该斗相共来解决移工就业相关的问题。台湾人口问题老化问题严重，连带造成国内出现欠工的问题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去年移工的人数冲破75万3430人，产业移工占51.9万人，社福移工有23.4万人，增加幅度上侪是以营建业加农业移工为主。要注意的是，咱国内失联移工的人数嘛创下新高。外国中介他没有担任选工的责任，导致有一些移工一进来入境都还没有到雇主处工作报道，他就失联了。引进移工如果失联比率达到规定的标准，我们就会暂时停权他，最短停权1周，那最长的话可以停权到4周。劳动部表示，未来会持续为预防调查也甲政策面来执行，解决移工失联这个问题。详细看，到去年年底，失联移工的人数到8.6万人，一年都增加将近6000个移工失联，等于是每天有17个人失联，其中以制造业失联的人数上多。民间团体认为，总共是移工原来有人权，有自由换头路的权利，都是因为找不到雇主。因为要付中介的那个买工费很高，大家就已经没工作，哪来的钱？任何其他地方，就算碰到雇主，雇主还是请他去问中介，再问问公立就业服务机构，甚至职聘中心有开发到任何可以实质引介移工的这个的工作机会吗？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无应该建在中介业来独占移工的就业市场。咱台湾就业服务处应该爱提供实质的帮助，解决移工就业的问题，让移工伫台湾工作权会当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